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府上这么大，我都走饿了。要不，小姐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吧。我们去厨房。好啊，好啊。小姐这边请。啊。小姐这边请。啊。小姐。哇，好新鲜啊！这儿能溜出去？小姐，谢谢啊。接过去。小心。如今在幕府，我终于也有美好过新年的感觉了。小姐元宵节去瞧灯，街上才叫热闹呢。元宵京城有花灯吗？那我可以出府去看吗？花灯自然是有的，每年啊，4大家族都会比谁家的花灯新颖好看。幕府也会建花楼挂花灯，少爷年年陪夫人观灯，小姐今年一定也能去。也就是说，元宵我就能跟着大哥出府了。哎，好多天没见大哥，他最近在干嘛？临近年关，少爷事忙，但大年30总能看到的。就快大年30了呢。小心啊！小姐好厉害呀！二小姐，莫伯，好有兴致啊！这是夫人呢？她心疼你这么多年在外面受苦，特意交代厨房每天给你炖些汤补补身体。这不，我就给你端来了，快趁热喝了吧！啊！干娘对我真好。小心！好烫！哎呀，太烫了！这汤太烫了！我刚出了一身汗，不能喝那么烫的东西，要不然喝什么吐什么，这汤就浪费了。就是当乞丐的时候落下的小毛病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天天吃不饱，把5脏6腑都给饿坏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汤我保证喝完。这样。哎，秀春来。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。我已经和江南朱府谈妥了合作。这次，我们帮朱府在官库招标会上夺得官银流通权。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莫府。青岩，你找机会混进莫府，解决了花不弃和莫若飞。莫若飞一死，莫府就没了主心骨。这样，他们在这次招标会上定会方寸大乱。如果花不弃也死了，七王爷就会怪罪莫府，到时候莫府也就不用我们对付了。这样看来，只要杀了花不弃，就能搅乱朱府和莫府，何必要去帮朱府争官银流通权，还要费尽心机混进莫府去杀莫若飞呢？我也想杀了这个丫头了事，可是主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们对花不弃下了杀手，现在不宜轻举妄动，最好找机会借刀杀人。诺，师父，青岩一定会完成任务，不会像姐姐一样在天门关外放跑了他们。师父，刺杀他们一直是我的任务，还是让我去吧。这次我保证一定会完成任务。不用了，我另有事情安排你去做。耀灵庄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表面上臣服于我们，背地里却跟莫府做着勾结。青武，你去耀灵山庄，把林家的人都给我杀了。接管耀灵山庄之后，直接回京城。花灯节上，我另有事情安排你去做。花灯节需要我做些什么呢？第1个任务完成之后，我自会告诉你。青武，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。师父放心，青武这次保证不会让师父失望。你们下去吧。诺。
听闻你要和朱府合作啊？朱府不是一直要还债给你吗？朱八爷如果拿到了官银流通权，你就可以逼他挪用官银来还债。只要他一挪用官银，明月山庄就会发起挤兑潮。到时候，你不仅仅可以拿到钱，还能顺势搅乱了狗皇帝的经济，乱上一阵子，可谓一举多得。不愧是商业奇才啊！得你相助，有如得了千军万马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算是死也甘心了。只要能帮到你就好。你真的是在帮我吗？我要你找薛飞的女儿，你为何要杀她？是谁说我要杀她了？天门关外难道不是你的手下埋的伏击吗？这只是一个巧合。青梧要刺杀的本来是莫若飞，谁知薛飞的女儿也在。就是因为要顾及到她，青梧的刺杀才会失败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派青岩去莫府把薛飞的女儿带出来。不用，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，你处理好关于流通权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我要参加北野王的寿宴。主上，北野王年年入侵中原，乃是狗皇帝的死对头。他的野心路人皆知，你和这样有野心的人合作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只要是有用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为我所用。小姐，该洗漱了。哦。哎呀，汤忘记喝了。要是被干娘知道，非输我不可。不可以浪费了。哎，算了吧，小姐。这汤都凉了，还放了一夜，不能再喝了。这样吧，我把它倒了，反正莫伯不知道，老夫人也不会知道的。哎，等等，秀春啊，我突然想吃丁记的枣泥核桃糕，要不你去帮我买，这汤我来处理。好，我去帮小姐买。二小姐，你来了。我来还汤碗的。哎，这汤不错啊。还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，这是刚出炉的山药糕。哇，这个呀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小四，哎，在吗？哎，在呢，莫伯。好，这个是新来的，你就安排他在厨房干活吧。好嘞，先带他们去换衣服吧。好嘞，来，跟我走吧。那这个我问你啊，小姐的汤炖好了吗？炖好了，炖好了。哎，好了，交给我吧。哎，等等，这给你。莫伯在我汤里放什么？难道下毒？不对，莫若飞在天门关拼了命的救我，七王爷把我放在幕府，我的生死关系到幕府的命运，没道理要害我呀。难道他已经被那些黑衣人买通了？不行不行，小命要紧，必须查清楚。
哎，小姐，今天又是什么汤啊？今天啊，是建莲红枣汤，好喝的很呐。哦。哎，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哦，我刚闲得无聊，踢了踢毽子，啊，毽子掉池里去了，待会再捡。哦。哇。那不会，要待会儿再喝吧？哦，不用，我现在口渴呢，现在喝。哎，今天不烫。哇。哎，莫伯啊，待会儿我喝完之后，让秀春把碗送回厨房就行了。这点小事啊，不用麻烦您了。这样。哎。也好，让您慢慢喝，是吧？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哎。莫伯再见啊。好甜啊！莫伯刚才到底在汤里下了什么？林一克大哥让我安心待在莫府，可这里看起来也是危机重重啊！看来元宵花灯节那天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在想什么呢？大哥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你不是在忙灯会的事吗？秀春跟我说，你每天都在念叨我回来，要我元宵花灯节带你出去玩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不高兴啊？高兴，当然高兴了。哎，那我们进去吧，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。走，都拿进来。大哥，这是……明天就是大年30了。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，全部。哎，我带你看啊，这个是丝绣坊的衣服，还有这些是金玉楼专门为你定制的首饰，还有装饰品，还有胭脂。这么多，我用得完吗？而且这些胭脂怎么那么多个颜色啊？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嘛，所以我把所有的都买了，你都可以试一试。所有都买了？可它们看起来都一样啊，都红色的。哎，这些怎么可能一样呢？这是深红、粉红、桃红、嫣红、大红，还有杜鹃红，这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的。我给你试一下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再试试这一个，再试试这一个，这每一个颜色是不是都不一样？你看看这些东西呢，你都得试，试多了你就知道了。还有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都不一样。是不是不一样的香味儿？还真不一样呢。对呀。哇，真讲究。小时候我都是跟泥巴打交道，这些胭脂水粉，我反而没有大哥了解呢。哎，这些东西拿过去给小姐试一下，我们过去试试。啊，对了，大哥啊，我进莫府以来，莫伯一直很照顾我。快过年了，我想买个东西送他。依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我送他什么比较好？这你可问到我了。莫伯平时吃穿用度都在府上，也不出去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，要送他什么，我还真不知道。那他是从小就在莫府吗？不是，他是娘从飞云堡嫁到莫府时带来的贴身护卫，平时最忠心于娘。有的时候啊，我要使唤他，还得通过娘呢。小姐，丁记的核桃糕。哎，少爷，太好了。大哥，吃一块吧。我不吃。哎，不气，你觉得这几个哪一个好啊？我觉得都挺好的。看看。大哥。干娘认识我娘吗？她说我长得很像我娘，他们俩关系好吗？上一辈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，娘也没有告诉我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知道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你可以等七王爷来了问他呀。对了，不气，我刚回来，还没有跟我娘起过安呢，我得去她那儿一趟。
就让秀春陪你慢慢挑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秀春照顾好小姐。少爷慢走。大哥刚刚关心我的表情，不像是演出来的，他是真的关心我。可是我要怎么把莫伯的事告诉他呢？他会相信我吗？难道是干娘想杀我？一山，娘，您这几日过得怎么样啊？府中大事都由你和莫伯担着，娘只是每日在房中吃斋念佛，挺清闲，过得挺好的。那您和不弃相处的怎么样？他性子跳脱，不受束缚，我将每日的晨拜也免了，已经有好几日没见着他了。娘。不弃在府中，既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。希望娘能帮助孩儿好好的利用这一次机会，让莫府飞黄腾达，直上云霄。放心吧，娘知道啊。擦干净点，小心点。小姐，秀春，我找你问件事儿啊，你认识老爷吗？不认识，我进府的时候老爷已经不在了。哦，那你听别人说过吗？小姐，我只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。放心，我嘴啊最严了。听说啊，老爷是被气死的。被气死的？听说啊，老爷想要纳一个小妾，但夫人不许。后来那女儿死了，老爷就整天看着画像睹物思人，还为他建了凌波阁。夫人实在气不过啊，就把画像撕了。唉，老爷就这样活活被气死了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是谁我就不知道了，但肯定姓薛。府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不能招收姓薛的下人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诺。糟了，看来莫伯在汤里加的真是毒药。原来我是干娘情敌的女儿啊！莫老爷，你也真厉害，敢跟七王爷抢女人，就不怕七王爷把莫府给抄了吗？大小姐，您找我。您以为你和莫若飞那些勾当，明月山庄会不知道吗？明月山庄，卸磨杀驴，你杀了我，也休想得到药灵庄。我自然会收复药灵庄。爹，快走！爹，你们俩快走！明月山庄的人抓住就全完了，快！想跑？给我杀了他们！住手！主上，主上。这两个人我别有用处，
你们都下去吧。诺。诺。你们想活吗？我们想活，只要你不杀我们，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当初是你们把花不弃交给了莫若飞，现如今花不弃被七王爷交给了莫府，正是你们二人替我做内应的最好时机。我让你们且任莫府帮我看着花不弃，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派人把你们接出来。好，我愿意进莫府帮你看着他。他一直不说话，难道不愿意吗？小妹，他愿意的，你愿意的，小妹。每隔3个月，我会派人给你送解药过来。不要试图解开，以你们的能力还解不开此药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会把解药送给你们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圣女终于被我找到了。如果再能找到另一半地图，我就可以进入碧螺天，我就可以得到碧螺天的宝藏了。主上，要不要现在去莫府把圣女带回鬼谷？不急，现在把她带回鬼谷，我怕她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会拼死顽抗。如今不管她是在王府还是在莫府，都会很安全。等我找到另一半地图，再把她带回来。诺。怎么了，殿下？寒夜的急报，药灵庄庄主突然暴毙，死因非常蹊跷，而且林玉泉和林丹莎已经不见踪迹。暴毙？对。林庄主的死会不会和花不弃有关系？小六，一派寒夜去查一下林庄主的手下。林庄主突然暴毙，药灵庄必定人心惶惶，说不定能套出一些话来。诺。殿下，甘妃娘娘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，请殿下过去吃饭。父王去了吗？奴婢正要去请。你去吧，我一会儿去前厅。诺。等等，还是我去吧。诺。把他放在莫府，我心里总是不安。得想想办法，把他接回王府才是。得想办法。诺。既然父王那么想那个私生女，不如直接去莫府吃年夜饭，怎么样？现在过去，说不定还能赶得上。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？父亲，我还以为你这个父亲眼里就只有私生女，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你，玉儿，王爷逢节思亲，属于人之常情，你别瞎想了。本来是来陪父王吃年夜饭的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这个团圆饭我也吃不下，
还不如去外面图个清静。玉儿，你站住！除夕之夜不跟大家一起吃饭，你要去哪儿？玉儿。 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我们衣服都换好了。他们正在布置烟花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每年都是莫若飞在点烟花请财神，你们把暗器放在他们的财神烟花里，今晚一定要杀了莫若飞。诺。好，菜齐了，动筷子吧。是娘。不姐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肉的吗？娘平时吃素的，就算府里过年过节也不会做荤菜。这是你第一次在府上过年，这些荤菜都是给你做的呀。以前是没见过那么多山珍海味，进府这些天，每天吃，都吃腻了。今天我也吃素，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的。那，你第一次在府中过年，觉得还习惯吗？习惯。以前每年过年，就是我跟九叔最开心的时候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不管我们去哪户人家，都能讨到好几块肉，那可是平常吃不到的。哪像现在，都吃腻了。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开心就好啊。在来京城的路上我就说过了，以后山珍海味多的是，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。不过你一定要记得，所有的东西呢都得细嚼慢咽，慢慢吃。这鸡腿能看不能吃，还不如看不见呢。你们两个今天都吃素，不知道这鸡腿有没有下毒。不妾啊，就别再想以前乞讨的事情了。今天是财神送财，待会儿啊，你去点个烟花。今天的财神啊，你来做啊。做财神，干娘可把不气说糊涂了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，把梯子搬过来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，里边注意安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告诉你们啊，这边摆几颗，这边摆几颗，还有这边也摆过来。你们摆这边，注意安全啊！来，有点高了，小心点啊！对，来高一点。来，再往上，好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来，赶紧的，往上过，来接他们。对，接着啊，用点力，慢一点啊。好了，义山，今年你和不弃守岁，娘有些累了，想回房歇息了。好，娘。干娘早点休息。
娘，你慢点儿。嗯。不气，别装了。装什么？娘已经走了，你不用担心她看见你大快朵颐的不雅形象。赶紧吃吧，你的鸡腿一口都没动，我都看见了。香。原来大哥你也在装啊！好，我每日习武，这些素菜怎么能管饱？我不习武，这些素菜也不管饱。因为你喜欢吃肉嘛。我娘在，我都不敢吃这些肉，我只敢吃那些素菜。我不敢吃肉。来，不气吃。九叔吃。九叔不饿，给你吃。九叔吃。大点口啊！不气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想以前了？没关系，以后有大哥陪你。吃完了，咱们就去放烟花，点盘龙炮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以前我和九叔也放爆竹，但是我们没钱买，都是等别人放完，我去请那些没炸响的。没关系，今年大哥给你买几百挂，你想放多少放多少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们赶快吃吧，赶紧去放。这些鸡腿都是给你的。好。漂亮吧？好漂亮啊！大哥，这么热闹的场面，干娘真的不来看看啊？娘素来不喜欢热闹，除夕夜娘和府放鞭炮，她也是不参加的。不气，你今年跟我一起点那个盘龙炮，好不好？我胆子小，大哥点就行了。你是怕盘龙炮点不完断掉，被人说不吉利吧？鬼劲儿的丫头。行，大哥去点。爆竹迎新破晦气，天佑莫府。快！太响了，跟舞着点。中光吧！
待会儿龙台上会有送财神，我带你上去啊。啊？这么高，我上不去啊。我带你上去啊。府中下人们最喜欢这个烟花了，娘刚刚也吩咐了，今年由你来发这份赏钱，这次你别想躲啊。赏钱？对啊，别害怕，走。你该不会要把我扔在这上面吧？你不用害怕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点完这个引线之后呢，箱子底部的烟花会爆开，满箱的金钱会洒落，这是你第一次以莫府小姐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还有啊，点完之后你乖乖的站在这里，不要动，不要害怕。收完礼之后，我会上来接你的。这可是你在众人面前摆威仪的时候，知道吗？谢谢大姑。弟兄，想不到可以一箭双雕，等会烟花一爆，铜钱散落，暗器射杀花不弃的时候，必定会引起骚乱，我就可以趁乱杀了慕容飞。快来领赏钱吧！小姐，这儿大小姐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快点啊！本小姐赏赐给你们的啊！不见，不见，不见，小姐，不见，不见，小姐，小姐，秀春，快去请大夫。诺，莫伯，加派一些人去保护我娘。好的，少爷。接生，带一些人去巡视府邸，快！诺，跟我来。快，不急，大夫很快就来。小姐，少爷，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小姐外形没有伤到骨头，只是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用活血的药酒推散，再服2剂药便没事了，请少爷放心。没事就好，你好生照顾小姐。诺。什么人？还不快给我出来！少爷，你是何人？奴婢是厨房的青儿。厨房的？你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奴婢刚刚看到小姐摔下来，就赶紧抱住小姐。我担心小姐，就跟了过来。区一个厨房的丫头，竟然有这等角色，这等胆色，我看啊，你是混进莫府的奸细。少爷，奴婢不是什么奸细，奴婢不是奸细。我刚刚只是试探试探你，你救小姐有功，本公子有赏，快起来吧。谢少爷。
少爷，奴婢不要什么赏赐，只求小姐平安无事就好。下去吧。诺。娘，不气伤得怎么样？不气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天气这么冷，别着凉了。伤成这样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我去看看他吧。啊。莫伯，少爷，府中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后门的2个看守护卫被杀，他们或许是从后门进来的。我已经派人加强戒备，不过他们身上并没有明显的标记，所以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你看，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官啊？若是有心之人做的，明天不弃受伤的消息就会传出去，王爷就会介入进来。还是早点把人交给官府，让他们也去查一查。